主上，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。进宫了又如何？姑的妹妹不想回去就不回去。姐姐，但现在事态严重了，新川主派了2个儿子过来，我要是再不肯回去，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？什么九川和盟，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。姑已经决定了，3年后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。姑护得住他们，还护不住你吗？姐姐，丹川屡遭水患，我就算再不懂事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。3年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。丹川再弱，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师。无论如何，新川也要忌惮3分。你不用管这些，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。你若不愿意，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，姑也护得住。不是，我坐哪儿啊？你总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？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？不是，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吧？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！丹川主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必拘泥，坐吧。给这位也找个座吧。今日诸位舟车劳顿，我们准备了丹川的火锅，请大家品尝，请慢用。不是，他们都是鸳鸯锅，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？五少主乃我丹川女婿，自然要入乡随俗了。姑特地命人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，请少主品尝。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可能丹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，你不要太担心啊。这第1道鱼目，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之。这不难吃。第2道黄喉，乃牛的心管，在我丹川，负心薄幸者有如此牛。嗯。姑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，给少主最后1道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猪脑花。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，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
你是东家，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五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，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还是我睡吧。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。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哦，老王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我也去，哎呀，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。老六，听我说，跟哥哥说一句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李梅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好多人呢。你可以开走了。还行。大肉串啊！肉串了，来！来个猪蹄子要不要？啊，老板多来份猪蹄。好嘞，来一个大猪蹄子。哎，您帮忙，哎，慢点啊，哎。吴少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来了。啊！我去到茅房了，你们转转等等我。哎呀，让一下。谢谢老板。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嗨，曲干随便找。你要吗？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的？学着点儿。好看着。老板，给刀一用。来，请便。果盘来喽！看着没？夫人，请慢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着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。真的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。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
是相爱的话，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变脸哎！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。目之所及，不过寻常一幕。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又踌躇？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。语不尽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？眼眸中所述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往事写为书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散，残四季共度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这孙子你还逞强？哎呀，这就上文你说的变脸吧，太热闹了。我去前面等你。啊？干嘛去？呀，好。丹川主敕令：丹川女婿以其满腹污秽，口无遮拦，十恶不赦，须经夫宫考教，方能得见郡主。酌请即刻入宫。哎，敢问女官大人，什么叫夫宫考教？哎，对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们有夫容、夫颜、夫德、夫宫4项来考评男子的德行。夫容顾名思义就是指容貌，武少主明显不成。又在夫颜、夫德上令人失望，如今唯有夫宫1项尚能挽回。这夫宫首项便是赢牌。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赢钱，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。吴少主，请吧。怎么？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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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糊了。3位，碰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打错了，错，打错了。毁牌，牌品不行。3妹，高，呀，不会算牌，脑子不行。发兵，要不要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要这个。确定？我想想，我再看看。临场点炮，人品不行；牌桌犹豫，格局不行。你这牌凑不成了。
该打7对的。他们这是在替他作弊，能行？1万，1万，2万，4饼，9万，5万，5万，9万，3条，1饼，7饼，7饼，5饼，3条，4饼，7饼，7饼，8条，7条，3条，9万，1万，5条，4饼，6鸡。我知道。救命！哎，我糊了！我起脚都是字模糊了，都得给啊！快给我吧，3家都给啊！哎呦，见到回头钱了。那是六少主尹征。是。如何伺候好夫人，也是我丹川赘婿的必备夫功。才儿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技能。坚持，老苏，坚持。苏珊，老苏，苏总管，少主喊你呢。啊！各位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。你说啥呢？哦，好。啊，月钱没了。啊，他手法不行，是吧？嗯。五少主可小心着点儿。从前有人采耳时弄疼了我可是打得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。怎么这样呢都？啊！五少主，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，让郡主盲选，若选中了你的，便可与他见一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本身就有气管炎，我上次炒个辣子，差点没把肺咳出来。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。你们新川假借合盟名义，取走我们郡主，又不好生待她，这才是在为难我。此事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接受，接受哈。行，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，我接受。到现在，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，可真是活不明白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快点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快！我明白了，适才那位女官说我们活得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讨丹川主的欢心。但我们来到这里，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。吴少主，你将心比心想一下，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，但这里是静静的家，这里以女子为尊，她在丹川活得逍遥自在的。可是去了新川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，每日与她相处的也只有你。可是你待她好，却只是为了纳妾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其实他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丹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。你想啊，你在这里不自在，那上官静在新川不也是一样？这5份辣椒油，还请郡主品鉴。辣子馅的，
你既已知道哪一份是他做的，也同样意味着你可以不选那一份。丹川主敕令：虽则严明，郡主点中新川五少主所之料品，责令夫妻2人相见。今郡主确已责定五少主，然贵川少主德行有亏，川主特收回成命。不是你们这就耍我呀！哼，五少主，姑就是耍你了。你本心有所属，自己不知争取，竟然在中秋之夜对姑的妹妹曲意逢迎，她如此高兴，你竟然是在耍她。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，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，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丹川主，这可是敕令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，你如此儿戏，是要让我川难堪吗？六少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若上升到两川层面，你以为我丹川会怕吗？丹川主慎言，我川对贵川的重视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但如此出尔反尔，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。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，而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护不住自己人，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。那丹川主的意思是，想让我五哥和郡主和离？若五少主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，和离或许对谁都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祖宗他连这还是什么情况呀？您自己做事小事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完不成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六弟。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主上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您别去，不是去躲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护少主快走啊！不对，五少主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。你走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你丹川主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活不明白了，我呀！少主，您得这么想啊！你说您这一走，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和了，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只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我刘王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下过来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父亲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纳妾。你现在就跑，这腿的！五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呢？大家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我没有顾虑，他没有顾虑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。我们列一个字据，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，字据写的诚恳一点，要打要罚都认了吧，这样或许还有救。能行吗？这样？
主上，新川六少主求见。丹川主，六少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这门婚事是两川合盟的凭据，因为郡主撑腰，无非是想让他回到新川以后好过一些。但在下斗胆揣测，丹川主不满100年合盟久矣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新川示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每3年九川大选，丹川多找借口推诿，唯有遭遇洪涝天灾，需新川施以援手之时，才会忍痛将适龄女子下来。丹川对女子一视同仁，不忍让平民百姓受苦，而这份责任往往就落在了丹川主您家人的身上。没错，轻视女子之地，视女子为物，用以交换、牺牲、抵押。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何况此次是武少主的行为折辱了我丹川的颜面。就算姑答应让静儿回去，恐怕姑的水师也不会答应。丹川遭遇洪涝，幸得新川施以援手，而其余7川亦仰赖新川。这一旦引战，丹川恐孤立无援呀。你威胁姑？在下不敢。但你我都清楚，和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100年合盟，不可撼动。我只是想和丹川主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以婚约立定合盟的规矩不是不可更改，现在不是时机，以后却未必。我愿给丹川主一个承诺：若有在下说话的一日，必定会革新这不合理的和亲旧制。六少主很善纵横之道啊。不过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始终是新川的少主，难道还会为我丹川考虑不成？不单是为了丹川，而是为了九川。和亲往往强人所难，与其成为怨侣，倒不如以利为凭。如今外川重伤，以生意为纽，难道不比婚姻更加可靠？时移时易，新川若一味守旧，就妄称新川。六少主，姑没想到，你竟敢在丹川如此直言不讳。我与丹川主本就不谋而合，直言又何妨？此外，若郡主肯回新川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约束五哥，不会让他再受薄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请丹川主思量。午后，姑会与舍妹在教场演习射艺，教导兵丁。多谢丹川主。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经验吧，是不是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？我就感叹，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30%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了。射得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，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，上官。
哎呀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吧。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不过这次将？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。我怎么城主，我都没有回。我给你包一下。该这么解释什么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丹川的郡主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，来啊，比射艺。啊？若你赢了他，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呀？我不会呀。会学啊。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，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吧。哎，这就是船靶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铛，听音辨位。老刘，还是你来吧。你行，你来吧。这书夫什么你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吧，加油！六少主，承让。哎呀，六少主。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
等一等。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于心。这么厉害呢？六少主，是姑输了。丹川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五哥一个机会？姑自有安排。小乖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？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射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！还有一套了啊！走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哎呦，这个豆腐好好吃啊！还吃得惯吗？辣吗？觉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能接受。你这个手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矛盾，我这次来本来是想劝你回去的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。虽然你姐姐说六少主赢了的话，就让你给五少主一个机会，但他又不是第一次出尔反尔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很勉强，仿佛听见有人在议论姑。丹川主，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坐呀。姑听静儿说，你是她在新川的第一位朋友，姑要多谢你。吃吧。这个牛肉特别好吃。其实我这次来丹川感觉特别好，特别亲切，像回到我家季川一样。在我们季川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，只不过我爹爹官太小了，我只能被迫嫁到新川。被迫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本不愿嫁给六少主？当然，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呢？哎，那所以我们是……哎，是，咱俩都一样，婚姻不过是一场营生。那姑可以下旨，让你留在我们丹川招赘。这个主意好哎，我们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可以脱离苦海啊，是不是？不，六少主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我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，而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俩做夫妻，所以我过得挺好的，多谢丹川主的好意。快吃吧。哎，上官英怎么说呀？他还是没说愿意。不是咱们不都过关了吗？老六射箭不都赢了吗？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这帮人呢？吴少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新川主的命令才想带他回去的话，对他也很不公平。你应该问问自己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我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虽然我们丹川是女子主家，但是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。我也没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个房间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啊。你们聊着，太热了，燥热。其实五少主和上官还是很有可能的嘛。哼。我们六少主射艺这么厉害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书拿反了，根本就没有在看书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让你生气了？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黄命，
也是难将就的。我也不喜欢六少主，还不是为了季春留在这儿了。六儿，老六，六，哎，单川工人又来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来了啊！丹川主敕令：若两川合盟，并以婚约为凭，则呈请新川六少主入赘丹川，嫁与丹川主，成两川100年之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跟你说，5、6我还是认识的啊。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